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消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最近一直咧网络，希望网友甲伊斗相听。昨昏和网络红军主持人浩浩和宋楚瑜做伙翕一段25秒影片，嘛看到宋楚瑜伫咧变盔鞋敬五人，赶紧来听宋楚瑜安怎讲。昨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事实上。在这次参选以来，我要多跟年轻人多沟通，也多了解，但是更重要的，也希望让他们认识我。谢谢。所以这次这个主席跟很多网红合作，然后呢，这些网红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近的主席，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宋大哥。那么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呢，也对宋大哥改观，那么也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亲近的人。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网红的合作跟帮忙。那我知道很多人一直要跟我们调画面，因为昨天只有25秒，非常抱歉，其实是拍了5分钟，但是呢，浩浩说其他画面不可以流出，因为不要穿帮，所以这边我们就只能这个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啊。就是有个脱裤子的。有，我们力劝他。谢谢。想要请教主席的是昨天那个李谷民调有出来，有提到有关于这个政党票的部分。那现在目前是国民两党处于第2名的部分，他比较说，亲民党的部分可能说现在的选情比较不乐观，甚至可能会有领洗的情况，不知道主席怎么看这个民调？我的看法，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啊，亲民党在各方面，我今天和昨天都还直接听到从南部来的很多的支持者，就好多的默默，现在还都不表态。你看现在的默默已经增加了35啊，35，谢谢你们，暂时都还保持默默，谢谢。其实想要再请教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倒数阶段嘛，那现在之前那个民进党罗文嘉秘书长有说到说，政党票不要投小党，不然是浪费。不知道你怎么看他的这样的言论？像这样的说法，如果是在戒严时期，我想也许，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些氛围。我们已经进入到全民主的时代，小党大党都不重要，人民最重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如果一个执政的过去曾经为台湾民主打拼过的这样的一个政党会有这样的言论，坦白讲，他们以前的前辈都可能会站出来说：“哎呀，不要只为政党的利益在那里奋斗，要为台湾人的民主好好的打拼，这才是我们凸显两岸最大的不同。”主席，大家就是很关心说现在两岸关系的情势。那你们是3位候选人当中，我有最多的资历以及最完善的资历，你怎么看说未来您当选之后，怎么看待未来的两岸关系？非常谢谢。在第1次政见发表会的时候，我特别的强调了国际的现势有重大的转变。我当时讲的话的时候，我所预测的跟这2天的发展完全雷同。我曾经反复的提醒，日本跟中国之间过去有很深厚的那种世仇，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你看看这2个这个领导人都这么样子在麻吉，你看看这2天，不管是日本的首相又再次的到大陆上去访问，而且昨天我晚上又在看大陆的新闻报道。他们在详细谈，那就是未来大陆跟日本之间为明年的奥运，大陆承诺一定会好好的支持，也希望日本支持明年大陆的冬奥，也就是他们有共同现在的主张。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北朝鲜的问题。你去看看，南韩的领导人也到北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南韩和日本都很关心大陆的影响力对于北朝鲜的问题。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国际世局的变化之下，必须要找一个一流的领导人，能够带领台湾。在这些世局当中，我们不会挂单，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要变成两边不靠，
而左支右绌，这才是一个领导人的格局，那就是不是为政党在奋斗，是为百姓的未来能够找出一个安全的所在，稳健的未来发展的一个政策方向。亲民党认为要务实的处理两岸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也要维护台湾自由民主的制度不变，这就是我们的亲民党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政见。在大陆上没有完全自由民主化之前，维持现状是对台湾最好的选择。主席，那另外郭台铭董事长他昨天有在专访中说，他很后悔退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那是不是在下一次的大选，亲民党跟他还是有机会来合作？我非常谢谢郭董事长昨天晚上对我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肯定，还有对我的过去的施政和相关的这种人格特质给我很多的赞许，我非常谢谢他。但是郭董事长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国民党的现状。我不担心国民党的现状，因为我早就看透了。我很早以前就提醒国民党这一些大咖想的就是要争取买办的那个头衔，是真的为台商吗？还是为他们自己？大家心里有数。但是现在我不是要去指责或者是批评任何政党，我们要自我期许。亲民党稳定两岸，是对于当前的两岸的情势，如何让能够海峡风平浪静，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他的意思是，那个郭董2024如果要选总统的话，因为你只做一任。对，我已经说了，我只做一任，没有任何的包袱，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是下一次谁都有机会，但是要让一个老师傅先打好基础，让大家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好好的为台湾来找出自由民主开花的那个多彩多姿的那样的拨乱反正一起共同来参加。你看看，民进党31号会3读通过那个反渗透法，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造成影响？那另外美人节明年是延任，那是不是这个也会？好，我们先请主席回答。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昨天特别反复的强调，那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国安5法，而这个如果5个法还有些什么漏洞不足，是应该要有行政院跨部会的讨论，成为政府的这个议案，然后大家对目前所需要加强的部分要去做，但是很显然是一个暴冲，也就是由单独的政党的去提一个案子，没有考虑周全。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大陆上有200多万的台商，同时我们还有演艺人员，我们还有公庙到大陆上面去为了宗教去活动的许许多多的，还不止这些。你想想看，还有旅游业，有为了相互之间的这些生活和两岸的交流，那把这些人都当作一些红帽子，然后对他们在那边他要自我去这个叫做求证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昨天特别强调的，以印度最近的暴冲的法案走向街头，我们看了香港那个暴冲也让人民走上街头，走上街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血淋淋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让最新的民意，蔡总统有绝对的责任，赶快阻止这件事情。如果民进党和蔡总统不赶快悬崖勒马，把这个法案暂停，它是违反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规，重大的这一些法案要让最新的民意来做决定，我们就用票让他们下架，让最新的民意重新思考
一个完整周延的国家安全的法律。谢谢。